엔다 그냥选举 사샤네다是可能说朋友抗争个种了的，我说朋友抗争种了，基本没那样，刚才朋友抗争个种上街个单吧，日过的单吧，得了呀，像是同样之类，得了呀，可是突突个这个什么大业务起来就这个因为啥呢？跑过讲是个旅行了旅的，我说基本没那样，刚才三路的跑过讲是个，刚才被旅行个。日常土木模样不了，这样子跑上下去，因为印度吃了，包括现在是个技术生意吧，但是家他妈他去了，瞎说。俺那么就就是个，俺在包括现在是个人一个说的是意思，这边是俺一起个，瞎说。这是个，这样子老板的人一个，这样子老板说呢，包括现在是俺自己在做的，瞎说。